一系列最新曝光的中国官方文件及官方报道显示，中国当局近几年大力推广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吸引东突厥散劳动力转移至其他省份。表面以更高的薪水及经济生活条件做诱饵，但目的是要借此降低维吾尔族在东突厥散的人口密度，并同化少数族群。学者估计，受影响的东突厥散区域的人数高达160万人。2017年，中国官媒央视走基层的一段新闻纪录片《皮山姑娘要远行》，3月2日首先被 BBC 报道出来。画面里，中国官员在南疆皮山县的村落挨家挨户做工作，说服年轻女孩到安徽的工厂工作，一连好几天，当地人几乎没有意愿。有中国官方报告中表明，要转移维吾尔人到中国各地工作，不仅出于经济目的，更是减少新疆维族人口密度、感化、融合和同化少数维族人员的重要方法。土耳其的主要党之一好党呼吁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一项关于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的联合决议，并将其公诸于世。该党议会团体领导人伊斯梅尔·塔特里欧卢、卢累夫·托尔肯和穆斯瓦特签署的请愿书已提交给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该党的主席阿克森纳女士在2月28日发表讲话时指出，加拿大和荷兰议会已通过决议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所作所为是种族灭绝。她呼吁土耳其议会各小组提出议案，宣布关于维吾尔人的联合声明。好党议员在请愿书中说，世界各国在政府和议会层面对中国的暴行作出回应，以土耳其名义命名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不应保持沉默。随着国际社会针对维吾尔人人权遭受侵犯的指控越来越多，北京方面正聚集精力抹黑报道背后维族女性证人的名声。上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在新闻发布会上手持一位维族女性的照片。这名女性称，在东突厥散的集中营内存在系统性的对妇女的性侵行为。王文炳说，这位女性口中充满谎言和谣言，因为她在到达美国之前接受外国新闻机构采访时，没有一次提到她本人在新疆的教培中心里被性侵。他还说，他采访时说自己在新疆被植入了宫内节育器，事实上他本人不具备生育能力。微软和外部研究人员3月2日表示，一个与中国政府有关的网络间谍组织一直利用微软软件服务器软件中新发现的漏洞，从远程入侵电子邮件信箱。微软指出，这种入侵方式是黑客的惯用手法，他们通常会在网上进行大规模的入侵行动。中国外交部周三就此回应称，希望有关企业采取专业和负责任的态度，在定性网络事件的时候基于充分证据，而不是无端猜测指责。针对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中国外交部强调，俄罗斯异议人士纳瓦里内案是俄罗斯的内政，外国的干预是不可接受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美国和欧盟的制裁时说，我们已经多次解释了中国的态度，纳瓦尔尼案完全是俄罗斯的内部问题，外国势力无权干预。美国将7名俄罗斯高级公民和14个机构列入黑名单，而欧盟则对4名俄罗斯公民实施了制裁。